后来不管是沙条超人，也或是雨鞋超人，来自各地志工是陆续到光复乡，希望尽一分的心力。伫个现场嘛看到袂少来自国外志工拢来帮忙。另外，伫 YouTube 平台有100万被众的波特王，伊讲伊按算后个月要去帮忙，但是伊是讲要到花莲去算图。结果算图这个讲法引发着争议，波特王是特别来陪会讲，伊是希望大家心态放互轻松，大家做伙来帮忙。现场看过去是如苍苍，有人拿铅笔啊，有人用手凹图。YouTuber 嘟嘟妹的伊个嘛去灾区一间中药行斗3工，就算挂手龙、挂手套，手犹是破皮。有人忝嘛就接手，伊嘛甲规个过程公布伫网络，除了感谢，要告感恩。大家好，我是波特，今天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有100万追踪的 YouTuber 波特王嘛5目发挥影响力，原底伊10月初1要去光复，伊伫网络写本地家己要去花莲算蓝图，结果就买规台游览车。不过算蓝图这3字引起议论，伊却回应希望会当保持轻松，就算红骂嘛无要紧，想要骂就到现场做伙挑刷算图。地方有咱全国应援，光复车站头前做志工的是可，真侪外国人嘛斗3工。7月才来过花莲的这个美国人就讲，想袂到人这么多。我以为是第一辆火车，但是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人来，超棒，真的好感动，好多人来帮忙的。某德国来的志工表示，眼前的画面让伊想到英国经验，不过咱台湾人的动员力超出伊所想的。A similar disaster a couple of years ago. I think these kind of things help people remind themselves what life actually is about. 不管为倒位来，拢发挥家己的能力，目标拢是希望光复乡会当赶紧恢复，让灾民会当安心倒转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